生活在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土库曼和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人被迫走上街头，高举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的肖像，高喊“在北方地区结束歧视”的口号，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据观察，在该国北部的很多城市进行了类似抗议示威游行。沙日古里沙瓦提拜伊科子是东突厥产的一名教师，后被调入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担任意识形态教育一职。他看到中共政府对羁押人员进行的折磨、酷刑已超出了人类承受能力，大部分人员精神失常、怪病缠身。对此无法接受，逃到了哈萨克斯坦申请了庇护后被捕。昨天，哈萨克斯坦法院按照法律程序对其进行了第一审理，第二审理定在了7月13日上午10点进行。7月9日，获得连任总统的阿尔多安在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的见证下进行了总统宣誓就职仪式。按照总统就职程序，阿尔多安宣读了誓言，随后土耳其国歌在议会响起。按照传统，议会结束后，阿尔多安拜谒了共和国缔造者阿塔图瑞克的灵柩所在陵园，随后前往总统府举行了总统就职典礼。5000多人出席了典礼仪式，其中包括22位国家元首、28位总理和6位国际组织秘书长参加。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把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据沙特阿拉伯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与法国举行的一场首席执行官论坛上签署了18份合作备忘录，涵盖能源、农业、旅游、文化等领域。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9日向首相递交了辞呈，舆论认为约翰逊辞职与他和首相特蕾莎梅在脱欧立场上的分支有关。据泰国海军海豹特种部队消息，被困在岩洞内2个多星期的12名男孩和他们的教练已全部获救。泰国卫生部长表示，2名男孩有肺部感染，其他人员基本健康，情绪稳定。目前这些孩子与家人隔离，以防止他们受到感染，可能在医院要观察1周左右。